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米其林的指南，这一向是美食的指标。率先来公布到平价版美食必比登推介的名单。今年这个台北有31间的店家，23档小食档来就本。啊，台中嘛第一届选出到21间必比登推介的美食。 美食争霸战结果公布后，强调平价版米其林的必比登推荐今年评选出台北31间店、23项小食，以及头一摆评选的21间台中美食，其中10间拢是台湾菜，标准是1000块会使食到3出平价料理。 台北必比登推荐的美食有7间头一摆上榜，伫台北市东区的泰基，以正港的北印度料理和平心介意。再来一根。我到现在还想不透原因，但我真的对我们厨师的料理非常有信心。白泡泡的挂包加上卤甲真嫩的控肉，经营超过65年历史的元丰挂包，一个只要50块，嘛得到必比登的肯定。是道地的美食啊！ 新入选的要统风面点，上有特色是叫桂面，脆皮肉配黄金卵，内行的上介意。尝下烤鸡哦。这盘行家到底有偌厉害？原来伊是拄出来台中必比登的美食，东山站的翁仔鸡，用冷饮茶烘出来的翁仔鸡，烹开十足又嫩够尖。 台中必比登美食本上有名，要这个油金的副状元的猪脚，完全无用卤包，就会使将猪脚卤甲油金好蘸。番茄金针鱼的炒猪仔包，这个米饭内面有特殊的咸草烹开，加正甲外酥内嫩的排骨，嘛变成头一届台中必比登美食推荐的名单。感觉是俗阁好食，咱乡亲到试验过才会知。